甚至也知影真凶手就是伊亲生查某囝，就是你。你这是要害我？杀父还乡，禽兽不如，天下不容。 那真是带出你这汉的我为妻，岂不是我世家灵于平的扫地？我从今仔日起，明日你给我离开这个东窑，回到你汉江村。命人立刻闭存。闭存？元帅啊，三更半暝闭存要创啥？哎呀，你哪哈哩推哈？
爽啥物去偷袭敌济？惨啊！我来开家还袂清啦，赶紧的啦！真害！这刻别人准备一只船只，踮在江边后台，不定有无？一只都有够哦。是。对咯，哈！通知限内我的家婆甲李婢，立刻倒点行李，明日申时上船，及时离开，送回汉江关。元帅啊，你若将韩夫人因遐的家宝拢甲伊送转去，什么人要私下韩夫人啊？是得对。哼！伊若倒转去汉江关，自然就有人通啊防台了。哈？什么啊？你要将韩夫人甲送转去汉江关哦？这哪有啥物大惊小怪？本帅已经决心将伊handle我休离咯。哈？这是为什么啊？唔免多问，令伊即刻爱准时甲我离开。伊若是搁再甲我拖慢，后怪本帅对伊无情。元帅啊，何必着安尼呢？人讲新行路新地果，啊，恁即马着咧冤家，啊是要冤到当时啊老？是得点，咱翁仔某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红婆是红婆，床头拍床尾和，啊你都何必？这是命令，为令即走。哼！看起来敢若真正。代志严重啊哦！将他拄仔迄二路元帅甲咱讲遐绝情的话，拢总来甲伊讲。无落开，归去啦！你家己入去甲伊讲就好啊啦，我伫外口等你啦。哎呀哥，实在讲哦，我的心肠是比你搁较软的啦。我吼情愿讲违反军令，互人杀，我嘛不忍心去甲迄个韩夫人讲什么申时就船，至时开船，拖延时间，官面无情，甲伊赶转去东洋。细声的，较细声的啦！即摆这话吼，若是去互韩丽花夫人听到，伊会自
安怎？这哦。啊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规气吼，来去叫阮小妹去请老夫人来劝韩丽花夫人吼，啊，甲二路元帅相好。啊，你规气吼去找咱迄个大媒人讲啊，听八讲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对对。免找啦，免找啦。是安怎啦？迄酒宴还袂煞吼，连人影都无看去啊！我有代志要找，都找无啊！哎呀，落卡鬼啊！你真足听啦！吼，这个问题吼，除了就是听八讲啊，才有法度通去劝咱二路元帅，甲韩丽花夫人两个相好呢。啊，咱两个即马现在无听元帅的话，已经违反军令啊，嘛是听八讲啊，才会当互咱做靠山。啊，无找着伊都袂用的你呢。就是讲啦，我吼有要紧的代志，伫要找伊，已经找2个时辰啊，找几暗，规东营内面拢找到，都对无伊的人啊。拢总找无哦。嘿啊，要去倒去找就好。啊，对，我想到啊，一定是小水。这个老的吼，哎哟，伊若酒醉吼，都行到遐，困到遐，凊彩阮凊彩困啦。你即马注意吼，草仔骹啦，细家去家找互伊清楚。只要伊若莫用酒醉，摔落去水沟啊，去互水甲伊毒死吼，一定会找到的啦。规东营找拢无，啊，毋知去比迄倒位，看要安怎都好。听爸讲啊！哈！哎呦，你就是伫咧遮咧困。听爸讲啊，快紧来，紧来，紧精神，紧起来！哇，水甲咧！听爸讲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莫水啊，莫水啊！快紧来，紧行！代志足大条的，听爸讲啊！莫醉啊啦！听爸讲啊，代志足大条的，紧精神。啥人死？什么啥人死？无人死啦，是元帅吼！你要修理韩小姐，咱赶紧的，我要带你来去甲伊讲情，无你甲伊劝袂用的，行行。嘿，哎，啥物你搁困？困落去？听爸讲啊！紧的啦！无你去袂用的啦！啊，你是讲啥要请我啦？哈！我讲遮济遍，叫你还搁听无？也就是韩小姐、韩夫人、韩丽花啦！多人要请我，嘿，我倒啦！你甲讲我歹势啦，别讲啊，今仔日好醉啊！等老练讲哦，我再来去教教伊咧。哈！我等练讲。丽花，令尊既然是佮别人害死的，当初为什么你若唔坦白讲呢？请宝宝恕罪。丽花是认为凶手若唔是苏宝堂，也必定是苏宝堂所派。因为我报仇心切，所以才故意讲我的爹爹是破病身亡，为着要使凶手所以防范。宝宝，我认为三妹伊会断定这是真对，因为三妹因爸囝导航当调，苏宝堂免不了心中的怨恨呐，伊一定会用不吉手段来阻止这件代志。是讲丁山是对倒个遐听来的消息的，也无分一个青红皂白，倒来随便休车，实在也太荒唐啊！金丁啊，伯伯，你赶紧去甲我找丁山来见我。是。丁山甲苏南来，
我凭我这两只手，往杀我嘛要甲杀啦。不，丁山既然决定休妻，我看，我还是决心倒转来去韩江关。媳妇啊！丁山无伫咧厨房内面，我听卫书伫咧讲，伊四更还袂到的时阵，就徛袂出影去。我想吼，伊一定是故意秘起来。是。老夫人啊，迄冰了王吼，人伊会相当总好啊，已经来到汉江关口啊呢。真是嘞。三妹啊，那安尼你毋免烦恼啊，公公已经来啊，有公公通替你做主。看迄个无良心的人，伊有偌大的胆量，敢搁再欺负你？昨晚的兵马摆在你的手头，所以怀恨在心，当然是阻止恁的婚姻。所以韩丽华一怒之下，害死韩红。汉江关甲清凉关的人，每一人都知影，只有恁当赢的人比人暗卡。表现同意。水到位啊！是，冰了王吼已经来啊！你较细腻的哦，伊吼一入到东营，听八公啊，就将你甲韩小姐的代志拢总甲伊讲，敢若足生气的呢。什么才生气呢啦？元帅叫阮讲紧来找你，好敢若亲像讲要立刻升堂问斩。
性命，伊甲汉小姐完婚，为什么我将伊休你呢？启禀父帅，汉的我为要甲孩儿成婚，竟然害死亲夫，像伊这种逆天大罪，孩儿怎娶这种老祖为妻呢？这话是何人对你讲？超王哦，曾经一再伫要求我，绝对袂用说出这个秘密是伊超王哦对我讲的。若是叫伊汉丽花知影，伊绝对无放伊的干休。这无啊，定山啊！啊，恁老爸伫咧问你的话，唔着紧回答。请父帅，小孩儿无怨奉告。有何原因？不可讲，分明诬告休妻亡，丽花小姐武艺好，也显官行动，有讲啊喏。处理虽然。心不正如虎狼，日后若是弃君夫啊，叫天大罪，我难承担。也逆天大罪啊！有何证？业主糊涂不通情，分明所产大陷害，真帮背罪，下君差。孩儿今日为父命死，前人非冤命啊！铁死啊！你藐视父命啊，罪不小。来人呐！来，边头王啊，你就爱动咯。直打30。定江桥，按来中，拍30。